田醫院1991年開始啟用，咁到今時今日2026年啦，其實已經35週年㗎啦。最初嗰時佢個名唔係叫沙田醫院㗎，就叫沙田護養院。到今時今日，我哋沙田醫院呢，除咗有內科嘅老人科啦，有啲嘅復康嘅服務之外呢，其實仲有精神科嘅服務，亦都有我哋嘅外科嘅復康服務。我哋每日啦都會接收係穩定咗嘅急症病人由威爾斯親王醫院轉過嚟，咁跟住呢就過嚟我哋復康啦，亦都喺復康嘅過程裏邊呢，我哋睇下點樣幫佢無縫咁樣咧返社區，等佢喺社區裏邊可以健康咁樣生活，又減低佢再次入院嘅機會。喺2008年啦，沙田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已經開始咗防跌無約束嘅措施㗎啦。大家嘅理念都係想病人喺一個病人無約束嘅醫院上邊，亦都做到病人安全、預防跌倒嘅環境。我哋用多啲以人為本嘅諗法，病人要被尊重，亦都要活得有尊嚴。其實件防跌背心咧，係幫助啲病人咧，當佢真係唔小心跌倒或者坐落地嘅時候咧，佢就會釋放啲氣體，令到咧衫咧就會脹開咧就可以保護到佢嘅髖關節同埋頭部。咁我哋仲有個防跌嘅地墊嘅，咁因為往往病人跌倒咧都會喺床邊啊，咁所以喺個地墊上面，當佢哋咧企得唔穩、坐低或者跌倒嘅時候咧，咁呢張地墊可以幫咗佢卸力嘅，因為呢張地墊咧連雞蛋跌落去都唔會爛。沙田醫院有個好好嘅團隊，因為我哋醫院唔係好大啦，咁但係咧每個團隊其實大家都互相合作，同埋都可以發揮到一個互相幫助啊，幫個病人着想，去構建好多服務。無論邊一 team 咧，邊方有時我哋一呼百應，帶出我哋而家嘅一班新嘅同事咧，都俾我哋感染到咧。我哋點樣教育一班新嘅同事？我哋點樣以人為本？點樣幫個病人完成呢個 patient journey？